相信大家都已經學識咗指揮三拍咯，成為呢個三拍嘅指揮大師。咁呢次咧，我哋就一齊去試下指揮4首嘅三拍嘅音樂。咁留意下呢4首音樂咧，包括有生日歌啦，大家都識得唱嘅。第2首咧就係 G 大調小步舞曲。第3首咧就係布拉姆斯嘅圓舞曲。最尾一首咧就係一首叫做聖誕佳音。咁留意呢4首咧，佢哋有各自唔同嘅速度，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嗰個三拍嘅嗰個速度係點樣啦，同埋有時咧佢速度上都可能會有所變化喎，所以咧大家可能指揮嘅速度咧都要調整一下。好，而家我哋咧就試下一齊去指揮生日歌嘞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to you， 好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就一齊去試下指揮咧 G 大調小步舞曲。咁而家我哋就可以試下咧，去指揮布拉姆斯嘅圓舞曲。好，到最後一首聖誕佳音咧，咁留意一下呢首音樂咧，佢可能速度上咧會有多啲變化，同埋一開始咧佢會再慢多少少嘅，咁大家一齊去試下啦噃。好，咁大家都做得非常之好咯噃。咁咧記得咧留意下咧，聆聽嘅時候感受一下佢個重拍邊度，咁你就好自然咧做到第一下落嘅第一拍。好，咁大家加油啦！下次咧我哋就學識指揮2拍啦噃。